镜周刊报道，创下中华职棒连2年4哥男纪录，首位透过竞标转战日本职棒的超级新星博荣大王王柏荣，今年在日本火腿斗士队展开新球季，让大批球迷引颈期盼他的表现。曾成功预测韩国瑜当选长，郭国文赢得台南立委补选的命理师高玉玲向本刊表示，他以年运、生肖姓名学、五行生克原理，提供你科学角度，大胆预测王柏荣今年在日本职棒发展运势，并提供参考建议，也希望他能立足日本球坛。高玉玲说，王柏荣是1993年生，82年次，癸酉年，生肖属鸡，五行属金，今年虚岁27岁。从年运上来看，今年己亥对于王的癸酉似乎带有耗损、考验之意。天运的己土克到王的癸水，意指今年在运气上似乎不够好，如边边角角的球容易被判好球，或眼看要安打却被接杀，甚至有打击出去后，比球更早到垒，结果被判出局，可见功的关键时刻却铩羽而归等概念。高玉玲指出，火腿斗士队是1973年癸丑年更为此名，对王柏荣而言属三合，意指球队上下，尤其领导阶层都相当欢迎他的到来，但球队因在1945年乙酉年成立，让王的内心容易求好心切，压力稍大，这部分对球技表现会有影响，一定要尽快调整。延伸阅读。